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1月3号礼拜四的中港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家己建立的公共自行车 T-Bike， 在112年3月以后，将全面改成 U-Bike 2.0的系统。市长黄伟哲公开宣布，台南5股将会引进5000台，建立500个站，希望完成台南市大众运输的最后一里路。台南市公共自行车目前采用的 T-Bike 营运已经7档，因为系统无法度看地组织行车等造成民众困扰，所以打算明年3月开始 ，U-Bike 将全面接手营运。11月3号 ，U-Bike 2.0系统正式登记伫市民眼前。市长吴伟霆伫这位议员陪同，嘛亲自发表试骑。表示初期对77站到明年底将扩大到500站，引进5000台为目标。从我们已经现在跟微笑单车也是 U-Bike 大家所熟悉的 U-Bike 合作，能够让台南市的共享单车，第一个在数量上增加，第二个在设站的点数增加。原先全台南市只有70几个点，那当初设置的第一年，从现在开始我们签约合作的第一年，到明年的时候就可以成为扩充为300多个点。那接下来呢，在第2年以后，它最终会扩充到500个点。那未来这个部分对于台南市的共享单车，为市民朋友的服务会大大的便利。据了解，目前台北、新北、新德县市以及咱附近的嘉义、高雄等等，都是 U-Bike 系统。会中评选营运的厂商以单足久来形容，表示以后将密切甲高雄局合作。高雄局嘛预计伫校园、景点、公园、车站等地点来设立，让市民早一天享受到 U-Bike 服务。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安平区这几档发展快速，时常有塞车等等交通问题。其中建平八街因为看度无同款，造成当地困扰。经过地方民代争取，由工务局编列经费，总算要来进行拓宽工程。安平区建平八街道路当初伫计划时阵有宽度无同款的问题，国宾路以东是10米，以西380公尺的路段是8米。随着安平区这几档发展快速，车流量嘛相当的大。伫遮是常常发生车祸。咱伫遮要行到迄个公园啦，邮局吼，其实嘛无介远吼，邮局迄边也定定有车祸啦，所以咱来用行吼，会漂亮即个阶段。而且咱即马吼，佫有边仔夜湾边仔，甲即个建设公三个有一部分呢，咱嘛即届吼有拜托工务局迅速甲咱做，咱咧最高的部分会换做新呢。咱迄个路这边健康山这段嘛会定跑铺啦吼。那建平八街它事实上横的部分包括在建平、国品、义品等等，所以表示建平八街这个长度蛮高的、蛮长的啦哈，使用率非常的高。那我们过去就是看到这个路况真的是有问题，因为当初在规划是有问题，然后10米又是8米的。经过议员、里长多年来争取。市政府工务局编列3000万的预算来改善这条道路，预计伫明年就会当开始施工。即将开始施工，那施工的部分预计工期是180天，希望很快的能够让市民朋友们有一个比较OK 一点的通行环境。同时呢，也要施作2米的这个人行道。那感谢我们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他们把这个土地无偿拨用给市府，那我们可以施作这个人行道跟那个道路。建平八街拓宽了后，将对地方的交通有所帮助，同时也为市民带来更较好的生活环境。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嘉义高中第31届舞蹈班的毕业成果展，先伫学校内面做演出。表演的舞蹈包括古典舞、现代舞、朝鲜舞等等，非常的多元精彩。后续卖前往高雄、甲台中等地来进行巡回公演。高
昨日台南嘉义高中第31届舞蹈班毕业成果展伫校内热烈登场，将因上好的舞蹈呈现予全校校的师生欣赏。因为接触到这个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那其中呢有一句话，他特别提到说：“虽去舍万殊，但境造不同。”可是呢，当他呢体会到一个快乐或者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呢，快然自得，不知老之将至哈。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在舞蹈班今年主题的部分就定为静跟造。那其实它也意喻着舞蹈班的同学，境造不同。那他们呢所练习的这个舞曲，当然呢也有境造的一个不同。那这次比较特别的部分是有向音乐家致敬的芭蕾，那也有就是以江湖小说为主的一个主题世界《望江湖》。然后以及就是以对于台南到永康的永保安康，就是针对疫情的祝福为主。那这次的舞蹈的特色就是，我觉得每一支舞的风格都很不一样，当中也有包含有一些舞码，它是有结合民间舞蹈，像我们的第4首舞码就是一个朝鲜舞，也让同学有别于以往的专业舞蹈的练习，是可以练习民间性的舞蹈。这摆演出特别甲流行服饰科的师生来合作。制作舞蹈班的演出服装，增加学生未来多元发展的可能。由服饰科的曾冠金老师带领服饰科的同学，与我们这个舞蹈班的同学共同来制作其中2首舞曲的这个服装制作以及道具。表演的内容丰富佮多元，除了校园的演出。嘛将伫咧10月5号、16号以及19号前往高雄、台中以及台南文化中心来演出，到时阵欢迎大家前往欣赏。想要了解更较侪资讯，嘛会当就网站查询。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2022昆新农平安夜节将伫11月11号到13号盛大登场。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3號喺南昆新大天府舉行宣傳記者會，將這屆6種款式嘅平安夜福地來介紹給市民大眾。今年適逢南昆新大天府建廟360周年，也是昆新王平安夜節第19屆。主辦單位特別設計出6款限量的平安鹽袋，要甲民眾結緣。同時，為了呼應建廟360年，更號召360位腳踏車騎士參與護送平安鹽的活動。今年刚好南昆生360周年，所以我们对外号召了这个360位这个游客来到这个地方，骑乘脚踏车，帮我们把这个盐送到我们南昆生这个地方来参加祭盐仪式，等于是说把自行车小旅行结合了我们这个平安盐祭来一起来带动。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我们非常感谢这个有关庙方，还有这个我们平安盐祭陈董事长这个部分呢，大家互相的帮忙。我们庙方为了庆祝360周年的庆典所以在今年平安祭特别举办3天的平安祭，其中3天就是有那个360大圆桌那个信仰的那个国际论坛3天都是国际论坛。针对我们的信仰的宗教的信仰方面然后这其他第2天、第3天就是平安祭、请盐、祭盐谢的活动。除了平安夜节，伫10號暗時嘛有規劃平安暗會，邀請京劇歌王歌后翁立友、朱海軍、歌星梁文音以及京劇歌王蕭煌奇壓軸演出，活動愈暗是愈精彩。11月11號的晚上呢，我們還有一個非常盛大的一個音樂的晚會我們也邀請我們的市民朋友、我們的旅客們，有機會的話可以利用這個時間來到台南，不但可以看到最傳統的台南的在地文化之外，那我們的眾神之都，我們的台南的這個宮廟，台灣宮廟之首，360年歷史的這個南昆生大天府也有很多精彩的故事白金之舞等等的北門我們的井仔腳鹽田都有很多豐富的內容。今年我們特別在我們井仔腳和鹽田推出了300多年來的第1支舞，我們以鹽田當舞台，
然后不搭设任何的舞台，然后我们跟当地台南在地知名的一支舞集去导演的这一出舞，那这一出舞大概60分钟，它有水地风光，有白金岁月，有谢天祈福。第12、13两天，活动现场嘛有艺术表演、演 DIY、云嘉南观光市集，还有精彩白金之舞演出。主办单位欢迎全国朋友活动期间做伙来佚佗。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静心生技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来速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啊，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哈。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这个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的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国师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速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2度就业，2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我是送给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又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做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很多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得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静心生技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先
现代病院麻醉部伫2019年建立手术的前中后，甲各科部人员合作的多模式止痛流程，会当降低单一种类的药物的剂量甲副作用。目前会当提供多模式的止痛手术，包括耳房、开腹、肩胛头、髋关节甲膝关节等等的手术。过去术后止痛比较较依赖单一一种的药物止痛。吗啡类的药物就是比较较常见止痛药之一，但病人容易伫止痛药剂调整时发生真侪副作用，比如讲是为了止痛加强吗啡药，引起病人恶心呕吐。现在术后止痛，这是改善使用真侪止痛方式的概念，概念是降低单一种药物的剂量，以降低副作用。因此会互真侪止痛药啊，或者是神经阻断，以达到加成的效果。这种方法就被称为是多模式止痛。多模式止痛是有别于过去在手术前后控制止痛的方式。手术前后控制止痛，在过去以单一药物使用为主了。那在病人麻醉苏醒前，先加一个基本的剂量。那在麻醉苏醒后，依病人的需求，病人喊痛，我们才会再加量。主要是受限于单一种止痛药过量剂量太高或过量，可能造成病人的一些术后安全。那多模式止痛的概念是使用多种不同止痛药与止痛方式。那多种不同止痛药与止痛方式在低剂量合并的效果，可以跟过去只用单一药物高剂量的效果相比，是这些药物因为都是低剂量，所以也比较不怕它有副作用的产生。那多模式止痛里面还有一个比较特别是神经阻断的技术了哈。其他的药物虽然低剂量，不过它毕竟作用于全身，在达到止痛效果的同时，也会造成副作用。那神经阻断的话，作用在局部，比较少全身的副作用。伫多模式止痛执行时，会依据病人的状况选择合适的药物，术前就会开始投口服止痛药啊。麻醉方法嘛会合并神经阻断甲专心麻醉，或者是区域麻醉，互手术空隙造成痛痛前，就有先止痛。术中甲术后也继续互口服甲静脉止痛药，并追踪止痛效果。现代病的追踪显示，以多模式止痛。不只当减少止痛药的副作用，嘛会当增进止痛品质。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甲台南市有10几栋争议的日本友谊市仙台市举办一场市集，伫会场当中，佮特别设置专属的摊位，来向仙台市民介绍台南市的美食甲文化，加深双方的友谊。第2档举办的 Discovery 台湾市集伫日本仙台市闹热登场，市集当中有一个台湾的美食甲文化，拢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台湾の魅力を知ってもらおうと、仙台市内の商店街で台湾の文化や食べ物を楽しめるイベントが行われています。市集当中嘛特別設置台南的摊位，除了甲日本民眾製造紅龜粿，嘛有人伫卡片頂懸寫着"我愛台南"。コロナでなかなか台湾には行きづらいんですけれども、台湾を少しでも感じていただけるイベントではないかなと思っております。市長黃偉綽表示，台南市甲日本仙台市有着足深的友谊，伫文化、體育、觀光、農特產、經貿等方面都有持續交流合作。希望伫疫情了後，歡迎日本朋友會當量早來台南佚佗。台南新聞綜合報道。真侪少年人拢想要家己創業做頭家，毋過因為資金、經營管理等等一大堆的問題，所以真正會當成功圓夢的並無多。一位7年級生李麗安，因為對茶飲有興趣，堅持天然健康的概念，加上尋求政府的創業貸款的支持，來自創品牌。伫台南已經是連鎖茶飲店的頭家。莫看伊年紀輕輕，目前伫台南已經是邁向10間手搖茶飲店的頭家。當初伊甲真濟少年人共款，攏想要家己創業做生意。加上愛啉茶，真前伫3間茶飲連鎖店已經有工作經驗，認真學習熟悉所有流程。毋過為了實現創業的夢想，抱着好酒甜紅茶想法來號名，就完全無知名度大膽進軍市場，
互厝内人欢乐甲并无支持，但靠着一份对品质严格把关、无加化学调味以及坚持无放弃的心，互伊不止经过疫情的考验，业绩更是稳定成长。刚开始，因为大家不认识我们属于就是自创嘛，对，所以比较辛苦。之后到后来，因为越来越多人知道我们了，之后因为我们的品质保持得很好，之后客人也很信任我们，所以我们后来业绩就一直稳定成长。当然，业者成功创业圆梦，其中资金的调度就是关键。好在在有申请政府所提供的微型防洪创业贷款，有课程，佮有专业的辅导，所以一路上并无孤单。其实刚开始是辛苦的，没有资金的周转上，因为有配合政府的凤凰计划，对，之后。计划有资金之后，我们周转上营运就正常了，对。之后再靠我们非常努力跟大家推广，我们有透过他们很多行销啊的步骤之后，再让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品牌，大家看得到，因为看得到认识我们之后，才会有越来越好的业绩这样。根据劳动部分家男分数的统计，疫情期间申请创业贷款也评估150位，而且3档内成功创业已经有350位，相当难能可贵。为协助女性还有中高龄创业，劳动部这里有一支专门的创业贷款，叫做微型创业凤凰贷款。那它最高可贷到200万，而且它免保证人、免担保品，而且2年内免利息。那更棒的是呢，它有免费的创业课程，还有创业的辅导顾问。为了掠到人客心，业者持续研发无同的口味，并用力在地天然的食材，求新求变之下，不止美观，内容更是有用心概念。但是新闻管制杨顺怀采访报道。高雄市民族社区关怀据点有一个延缓老大人失灵失智的课程。老师用运动的弹力带甲气球，带长辈做体适能的运动，增加骹手的肌耐力，而且配合音乐，让长辈会当记好每一个动作的节奏。换动作的时阵，嘛袂做唔对。在富有节奏感的音乐声中，老师带领长辈做手部和脚部的运动，让筋骨先伸展开来，再用弹力带做辅助，用拉弹力带的力量，让长辈的手脚抬得更高，抬得更久，手脚就会比较有力。我是就尽量去做啊，就觉得很舒服，做起来感觉会有比较舒服。我们那个脚力啊、关骨这边，还有我们的筋肉，都好像都比较会强壮。还有站立的话，就是比较有力。给那个长辈做那个肌力跟肌耐力训练，是很好的教具，也会增强我们的心肺势能，增加我们的身体的柔软度或是协调度，都有帮助。接着，老师发给每个长辈一条5颜6色的长条形气球，一样搭配富有节奏感的音乐。长辈随着气球的摆动，让身体和舞步也跟着柔软起来。这个时候要左点右点，还是前进后退，长辈得花点脑筋，跟着老师数拍子，变换动作。可以摇来摇去，对，很有活力。因为我每个礼拜我都有参加啊。来这里可以运动，又可以交很多朋友，还有来这里都很快乐啦。气球它本身就很多的颜色，它的活泼，然后让长辈耳目一新，他们会觉得有兴趣。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他们的肌少症，一般来说年纪大，肌肉量每年都会减少，肌少症的几率就非常的大。那我们透过阻力训练，能够增加他的肌肉量，然后跟他们讲说要多吃蛋白质的食物，让他们肌肉量能够增加。老师从空着手只听音乐带领长辈做运动，到拿着弹力带训练长辈的手脚肌耐力，和拿着气球让长辈跟着音乐摆动身体，3种形式有不同的用意和效果。同样是搭配音乐，长辈数着音乐节奏做动作，也能够训练长辈的记忆力。那我们做气球一般是说用阻力的力量，然后一般的话就是透过一些舞步给他们增加他们记忆力，然后2个合起来，对不对？能够增加他们身体的体适能，增加适应生活的能力。只要他们可以做得来的，我们会设计；只要他们做得来的，我们都尽量让他们学。做得来就对他们就有帮助，
因为老师来就是要帮助他们。对，因为英火的老师他们会透过音乐啊，然后就像他们本身是很了解长辈的习惯跟习性，所以他们其实是可以激励长辈，让他们更开心啊，更活跃的来运动。音律活化健康协会的指导员用热情和活力激励长辈，尽量把动作做得标准，维持久一点，让民族社区关怀据点的长辈长保身体健康，延缓失能失智。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11月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